再来看尼泊尔政府封锁网络的社群平台，引起抗议，造成严重的死伤。所以目前已经合并症啊，也毋过当地是个继续宵禁。部分去佚佗的台湾人嘛受到影响，有人住在饭店受到损害，有人的行李拍无去。加在有伫当地台湾人来提供协助。车来来去去，路的有一寡民众伫行，经过真侪天的动乱，尼泊尔渐渐平静落来，无过烧车暴动的情形。不过当地也是继续宵禁。देश र जनताको लागि कहिल्यै पनि पछि नपरिकन काम गर्ने मान्छेको हामीलाई आवश्यक छ。尼泊尔的社群禁令引起Z世代抗争，准讲政令解除也捌无法度平静，诉求超过社群解放，主要是体制贪腐，都令去当地佚佗的台湾人都捌亲身拄到突发状况。队团坐伫车顶，雄雄有当地少年人规定上车查看，每一个情绪激动，也互在场的台湾人难免紧张，烦恼家己有危险，好佳在无妨挑战，也有人去当地爬山，住眠的饭店煞变这款。我住的饭店已经烂掉了。真侪头门破真大坑，饭店建筑受损，现场有封锁线，寄藏的部分行李拍无去。台湾人雄雄毋知要安怎，请朋友到大门救援，才联络到伫当地开旅行社的台湾人，顺利得到协助。协助他们开一些证明，然后也是有到那个观光旅游警察局那边去报案。基本上从慢慢的复原当中，然后到比较平缓了，在抗议的事件基本上就是应该是说已经没有了。观光署统计，去尼泊尔的国人即阵有增加的趋势。即届伫发生示威了后，当地旅行业者陆续伫短速甲交通协助20至30个台湾人，目前人拢平安。记者采访报道。